今年9月，台南特別實施營養午餐全面免費，除了家長普遍關心的品質敢會求水，議員陳怡貞佇總質詢嘛對食農教育集團飲食的角度，希望市府善用在地農漁產，一步一步提升在地食材比例，落實食在地、食當季。強調一檔16億資金的免費營養午餐，不只是教育福利，更是支持台南農業、照顧青農、活化地方經濟影響力。咱營養午餐會當優先來採用着咱在地這個食材吼。不僅縮短這個食物里程，兼顧食安嘛，希望講會當穩定這個採購，還有地方支持地方的農業發展。所以，我們希望說這個免費營養午餐不只是教育福利，那能夠成為支持台南農業、照顧青農跟活絡地方經濟的重要政策。1年16億的金額非常非常龐大，所以我們不希望說營養午餐只是孩子的一餐，是支持在地農民的政策。所以我們希望說，真的採購的其實是大量都是我們台南自己的農特產哦，那這樣子也能夠讓我們的不管是農民或青農有更好的出路哦。那現在的政策就讓他覺得說很可惜，很多產地卻沒辦法直送去外地哦。農業局這邊，我想謝謝一周，我也非常認同你的看法。事實上，只要能夠就近採購。基本上符合當季，基本上也是最新鮮，價格應該更便宜。尤其是我們的在地農民，我想這個部分的目標，我都非常認同。那現在就是說要符合章 Q 這個部分的要求，也就是說品質要兼顧，那價格當然也要能付得起。食物的里程哈，我跟農會他們研究一下，有一些東西提給教育局做參考，到時候採購在他們營養師開菜單的時候，或許會比較接近我們在地生產的東西，會比較好一點。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在他們採購的部分的話，當然就是因為採購是用競價嘛，是不是我們那個透過一個名單履歷的東西來供他們做供銷參考？因為我記得是他們中央廚房各個獨立去採購做這個蔬菜，所以一定要把這個結構跟產跟銷的部分有一個平台串聯才有辦法做。如何對教育福利轉為農業投資，利用龐大的採購需求，為台南在地農產品創造穩定的銷路？臨時食材攏顛倒對外縣市送來，袂當產地直送，議員認為相當可惜。這機會檢討學校的採購甲供銷的程序。台南新聞，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。